已经真爆炸落炸，已经是收受也都好。你的心在更近。今日姊妹平安，主日早起欢喜来到圣殿。虽然天气炎热，还阁温度悬，咱的心依然火热啦吼。好，咱来吟54首，圣诗54首，同心而乐天悲。咱真实是我吟第1节到第4节。同心而乐天悲，主的。
赞。哦，罗三位一体，地家诚是上帝，只尊只大主耶和华，阿拉到万万世。咱过来看一首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游园音第1站甲第4站。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事，恩主行大的阳光，伊叫伊大人海。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强地上，也过芳花的味。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真实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4站，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也那嘴干，希望爱听到经。伊阳光的所在，地因天亮的时，也是纪念这故事，叫做因爱无边。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真实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咱地板心来礼拜。领着俄罗摇花，领着俄罗摇花，因为伊是好，
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来源信息学录，信息第54首，同心学录天父，信息54首，将咱起立来吟。请咱继续徛地，做伙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只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来交读启示文24篇，启示文24篇。所行完全遵看耶和华的律法的，这个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个人有福气。少年人就用什么来亲近耶稣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替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予我勇求你互我离开奸诈路，将你的律法遵守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这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予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来好啦。我爱惜你的律法，该怎样啊？我通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前的光。你的话一开拓，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
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成做福音的精兵。阮做伙用性命来传扬福音。你使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也有无共款的性命。求主帮赞，互阮会当伫彼此的陪伴、搭结励中间，经历你的同在。阮愿意顺探你伫阮生命中的安排。感谢你借着圣经来提醒阮，拢爱倚靠你来坚持阮的生命。求主帮助阮，互阮敬畏你，来得到智慧，互阮会行伫你指示的道路，帮助阮会当更加明白你。愿所选择的拢合你的旨意，使互阮开力，无违背你的教示，也无袂记你阮的责任甲义务。尽力完成你所交代的事工，愿主互阮的生命中会当吸引人来敬我你。阮要将你的话放伫心中，通互阮时时刻刻反省来改变。手术互阮有行好的能力，互阮的所行会当荣光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赞美圣歌队，赞美的歌。
求主接纳阮所献的诗，阮的懊恼，阮的奉献。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请咱看周报后面有印，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所以我的囝，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你伫真济见证人面前，伫我听到这的教示，就交托互这的忠实，嘛会堪比教示别人的人。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甲我做伙受苦。互下个兵，若要互观众欢喜，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连骹半手。运动员若无照规则比赛，就袂通得到冠军的花冠。不然真做的农夫当然先修行。我所讲的话，你着好好想，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代志。进度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基督精兵。各位兄弟，大家平安。2礼拜无看到大家，就笑脸大家，恁有想牧师无？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听，你的怜悯，来呼召阮自集伫遮来敬拜、学罗你。愿你信心的大贵来开阔阮的心，想述你的话，互阮继续来跑走头前的路站。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传承，自古到现在，就一直是真困难的一项代志。真少有一个国家、一个王位，法度顺利来一直传承落去。传承简单来讲，就是拿跑步同款，大队接力，一棒接一棒走落去。根据商业周刊调查，咱台湾差不多有146万的中小企业，46万的中小企业差不多有660万的员工，但出现一个真大的危机，就是其中差不多有7成以上的企业拢无接棒的计划。原因是因为当接棒的计划启动了，一般来讲差不多有5年的阵痛期啊。新甲旧交换的这个过程的时间，互真侪企业真伤了筋，到底是要传承啊，无要传承？奉上帝名起做的教会嘛，同款拄着传承的问题。只是教会强调的是信仰真理的传承，相对其他教派，咱长老教会拄着这款传承的危机特别严重。当咱讲接力棒无法度传落去的时阵，这个教会就渐渐有混乱出现，教势嘛愈来愈稀微。牧师特别听一寡先拜牧长还是信仰的前辈，用真叮当的口气讲，咱如今的教会的信仰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在先拜就讲阮以前教会团契是我的热心，阮一心是将教会放伫第一位。如今的教会甲阮较早迄阵是无法度比啊，有道理无？有人害头，有人。这款的讲法听起来好亲像一切错误拢是下一代，还是现在的牧者？但是牧师好奇，这款的问题到底是无法度传承，是出现伫倒一代？是顶一代无好好啊传承，还是下一代？咱做伙来想看卖。
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受关伫罗马所写的一张批。咱对内底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有一段咱真实的经文，无需来读。我已经真前好的真前，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一般个别时拢会有即句经文出现啦。保罗知影伊已经有尽忠完成主耶稣交托伊的使命。换一句话来讲，提摩太后书会使讲是保罗的临终遗言啊。保罗知影即边伊离开要去爬遐时间也到啊，但是伊看到教会犹原是受到一个异端的攻击。伊传福音的教会的会友信徒无展现出基督徒身份应该有的行为，这是保罗真挂虑的一项代志。所以保罗写这张批教导提摩太，鼓励伊爱刚强壮胆，将真理福音传落去。咱看到保罗甲提摩太，因之间就展现信仰传承的典范啊。咱先来看今仔日经文第2章第2节，伫咱周报的后壁。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无需来读。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你就是提摩太，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对我听到这个教示，就交托互遐个忠实，卖堪得教示别人的人。伫这段经文，咱看到有2个重点，第一就是忠心交托，忠心交托。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忠心交托，甲传承。保罗教导提摩太算第1代到第2代，提摩太交托互忠实教示的人第3代，教示的人佮教示别人的人第4代。所以咱伫这段经文看到传承到第4代，这就是因为安尼代代安尼传落去，福音才有法度对2000多年前传到现在。如果咱无传承到某一代，可能会停止。咱看现代某一寡教会，咱捌听迄间教会捌什么时阵哇真复兴，但是如果无传承落去，时间一久，一般来讲，差不多一代是20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就断层出现，这款的影响就渐渐出现。这嘛是咱长老教会为什么有规定，不管是牧者，还是中级、服侍的登记的年纪有限制。咱现在讲，咱有某一寡教会拢是老人，还是教会拢无伫动，这就是信仰无传承落去。教会是安尼，咱的家庭嘛是安尼。咱无传承，咱阁怪少年人，咱会无爱来教会，咱会无新的福音朋友来教会。这嘛是咱教会爱面对、爱做好的、爱来面对的问题。咱大拢知影，传承毋是今仔日在靠一支嘴，只说不做。传承上基本就是以身作则。如咱保罗同款，伊忠心服侍，师傅做好徒弟看。保罗甲家己为了福音经历的代志，互提摩太来了解。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11节到12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11节到12节，安尼讲：我保罗为了这个福音，上帝任命我做传教者、使徒甲教师。所以我较会受苦啊。总是我无感觉见效，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天。
咱等于搁看提摩太1章11节到12节，咱会了解，这段是保罗一生的见证。上帝交托保罗，保罗忠心来回应，伊忠心服侍来回应上帝对伊的交托。伊为着福音受到最的艰苦，甚至受关落尾死去。虽然伫外人来看，拄着真不幸的遭遇的代志，但福音却因为安尼啦，就传出去。保罗知影为着基督一定会受苦，但伊知影，咱伫受苦的过程中间，互咱坚持落去的，是因为咱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并且咱嘛知影，咱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基督一定会保守咱到伊来迄日。这嘛是咱基督徒上大又永远我的愿望啊！咱甲一般的信仰无共款，咱有个永远我的愿望。各位兄弟，受苦是咱忠心服侍上帝基督徒一定会拄到的代志。无管是保罗还是主耶稣，拢真做咱的典范，因受苦。或许你回想拄仔来教会在几冬的时阵，深深受到一位已经过往长老的影响。伊一世人尽忠服侍上帝。当教会牧者的时阵，他一肩扛起。伊开新年主日学，伊关心教会的兄弟姊妹，他以身作则。为新伫即个拄仔开拓差不多8年的教会，迄阵教会有借钱去礼拜堂，伊献心献金钱，互上帝教会渐渐伫迄个地区的所在受起造起来。阮是伫迄款，逐项拢毋捌。迄阵牧师的时阵，阮嘛感觉牧师嘛无啥物，阮拢毋对教会拢无了解。阮伫迄当时来到迄个教会，等到即个长老渐渐较熟的时阵，较了解长老的过去嘛是真艰苦。早时长老娘才能做保，民国70几年，伊的债务有几千万，本只住伫大安区的厝卖掉，来到即个地区。经过一年，把债务来还掉。即款的情形，伊受到真多的苦痛，真多未信者的同事毋知会怎样想，但是伊无放弃伊的信仰，反倒用喜乐、忠实的性命来服侍教会，影响迄个教会侪人的信仰，就好亲像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共款。直到这间教会已经经过一代20年啊，依然是真健康，继续翻新落去。牧家一家伙啊，子衣子群，伊嘛受伊真大的影响甲祝福。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第3节，第2章第3节。恁着做基督耶稣的军兵，甲我做伙受苦。信徒为基督征战，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就好亲像是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无小心，咱的战士伫这个战场上，咱牺牲咱的性命。所以，咱要真做主耶稣的军兵，咱有爱训练啊！咱逐摆讲，咱台湾的部队无法度战争，因为无训练啊。即款咱早期你做兵的就知影吼，在座头前这排吼，正手边这排吼，遮拢有做兵的吼。咱迄阵就是有训练，咱即摆嘛知影，经过乌克兰的代志，咱知影爱训练啊，爱训练。咱正对基督徒所以军兵咱嘛爱训练。罗那以弗所书6章11节讲的，
爱将上帝所赐传统的装备清条，互咱徛在通抵抗魔鬼的攻击甲诡计。咱看下今日下面的经文，第2章第40到第6节，保罗用做兵、运动员的比赛，甲农夫种植这3种的职业，互咱了解。这3种的职业拢是真特别的职业，来说明讲，真做基督的军兵的条件甲方向是啥物？咱来看第一，军人的责任就是啥？保家卫国嘛。台湾有真久的时间，咱的国家的意识真淡掉了。就拿耶利米书来对讲和平、和平、平安、平安、平安，咱感觉无可能有战争的发生，所以大家国家意识拢无去啊。你会记咱较早有一句话讲啦，没有国，哎呦，大家拢知影。真侪人可能无爱承认，那没有国嘛有家，但是咱看乌克兰的代志，都知影，没有国根本就没有家。所以军人是非常重要的职分，咱爱尊敬。毋是讲牧师的囝去做兵哦，咱讲爱军人军人家己嘛爱感觉家己是爱互人尊重的，因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做兵的人。圣经讲，做兵的人袂使互拔骹拔手的，袂使互世间的代志拔骹拔手，直到浑身失措无法做成做一个有勇敢、负责任的军人啊！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咱来常常来警醒，我们要全神贯注啊！我们的属灵征战随时会开始。咱讲好塞魔鬼，那好塞同款。咱若淡薄有淡薄无警醒的时阵，伊就来攻击咱。即摆有线上礼拜吼，我就毋免去做礼拜啦。我来厝的吼，安尼凊彩清清的吼，安尼食者我嘛会在做礼拜。魔鬼就咱好势，互咱慢慢安尼失去吼。有一寡影响咱、引诱咱来亲近上帝，咱拢爱放下。无事常常你讲，咱毋通双脚石打船啦，双脚打双船。咱要爱上帝，要讲爱世间遐个物件，专心较有法度为主拍好的真正。第二个，伊讲运动员的比赛，第5章第2章第5章讲，运动员的比赛是非常的无简单啊。咱看这2天扫棒的比赛，有看人举手。今仔一个看比赛3个全世界扫棒比赛伫咱台湾的比赛，咱看到咱的代表安尼逆转胜，前天是逆转胜。咱怎要做运动员，毋是遮简单的。咱讲啦，台上1分钟，台下什么？咱大家拢遮厉害。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运动员要得到冠军啊！除了比赛要照规矩，并且袂得咱讲服用禁药，甚至呢打假球。像咱即摆职棒慢慢佫转来啊，真久的时间咱职棒拍假、打假球，互一寡球迷心拢真艰苦。所以运动员因平常时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因来训练、领受训练的艰苦啊。训练是非常的艰苦。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咱要运动员比赛迄个心态来服侍咱的上帝。咱来努力来准备，袂使凊凊彩彩，将咱要侍奉的代志当作临时敲个电话队长歹势我今日无法度来啊，凊凊彩彩。这规矩嘛，另外有一种意义，就是讲，咱要用合上帝旨意、属灵的原则。咱袂使用世界的价值观、肉体的想法的方法，要来服侍教会。第三，保罗讲农夫，骨力种植的农夫是什么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咱讲哦，农夫是非常的无简单。咱遮有做过种过田的人，举手者好无？2个、3个。咱种田的时阵，面是对一个所在，土骹。人讲脸朝黄土啊，背朝哪里啊？背朝天呐、日头你才能照，咱面孔伫遮哦。所以咱看咱的一寡咱的长辈，较早的长辈，你看因的手拢足粗的，因的面、因的骹农夫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甲即在的农夫佫无啥共。每一工一透早就汗流浃背啊，无做工就无收成。我叔拄啊对金门转来吼，我的爸爸妈妈吼嘛伫阮厝的对面差不多30边的所在吼，有一个菜园。这边去屏东吼，去看钟哥的妈妈的时阵吼，钟哥嘛是伫妈妈的外口吼，咧种菜啦。钟哥伊嘛有咧种菜哈。你金门吼，阮看妈妈迄个30边的菜园吼，伊嘛是早晚拢爱菜，有虫嘛是爱吼。伊虽然是玩票性质的吼，参人迄无共款，嘛是爱真注意咧，爱真注意咧。而且无小心哦，规个菜拢有虫搞了了，因为是家己要食的，袂加农药。内底菜真多，咱想会到拢有苦瓜、丝瓜、小黄瓜、青菜、大白菜、红萝卜，逐项拢有啦。伊咧做的时阵，上早享受的是啥？就是阮爸爸妈妈。所以阮即摆转去3顿拢是拢上新鲜的。哦，要食哪就家己吼。提摩太透过农夫保罗透过农夫甲提摩太鼓励怎讲？忠心骨力的人，伊会先得到食物。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当咱忠心服侍咱的上帝时阵，咱会对主遐得到奖赏啊。所以，当咱咧服侍的时阵，应该是哪服侍哪甘甜啊。如果咱咧服侍时，咱感觉咱拢无快乐的时阵，恐惊是咱服侍出了问题。各位兄弟，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咱人自私追求上帝以外的偶像，伫到咱人合入黑暗的中间，过着无五望的性命。但是上帝怜悯咱所有人，透过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牺牲伊的性命来救赎咱。上帝毋仅要互咱领受恩典，真侪基督徒。互咱过着丰盛的生命，搁较嘛要仰望咱真做尽忠、好过尽忠的基督的精兵啊！真做为基督真前好的真前啊！就亲像保罗劝勉提摩太，咱看提摩太，咱感觉提摩太嘛是真正是真惊遐。保罗讲：你毋通互人看你少年。代表提摩太嘛，感觉我少年讲的话，人敢有人要听？伊有苦讲真多，世间的应有，咱知影少年有真多的应有血气，所以要真做基督的军兵，绝对毋是轻轻彩彩有法度来达成，是需要付上真多的代价啊！感谢主，让咱今仔日。第2章第1节讲的，基督的恩典，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刚强起来。目前咱的建成教会的兄弟姊妹，牧师观察咱即摆5年的时间，今仔日是牧师来建成教会满5年，就是今仔日。明仔开始就是第6年的开始。伫这5年的时阵，牧师感觉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真做基督的精兵的这个方向来去努力，无管是咱个人，咱互相来关心、来支持，
伫咱的家庭，我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信仰咧传承。咱遮嘛是有看到教会因的家庭是4代，一代、2代、3代、4代咧传承。工作中嘛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工作中有真好的呼召，做真好的见证。教会服侍嘛一步一步为主咧做见证，诚做基督的军兵来咧努力。最后牧师举一个例，就是咱圣歌队的服侍，是每一个礼拜咱看到圣歌队拢无咧休困，每一个礼拜都会落咱会众来敬拜上帝。圣歌队8、6暗爱练习，礼拜爱提早9点就爱过来练习，这是需要将时间分别出来。无管出日落雨嘛同款，爱备办心来练习。除了咱迄几个月无法度伫实体礼拜的时阵，拄着大的节期的时阵，因爱阁加班来练习。这是规年烫天的雨势，讲起来有简单无？圣歌队有简单无？大家嗨头无简单，这是真正无简单。有一遍我嘛看，卫长老我嘛真甘心，就是讲卫长老，你毋是讲你要去喝喜酒？因为魔术，我吃了第一道就赶回来了，食第一道食了了，就赶紧转来教会服侍。人有够就好，迄是非常无简单的。但是咱拿保罗讲的，保罗讲的迄3个例共款，做兵的、运动员比赛、正常的共款。圣歌队就拿这3个积分共款，虽然辛真苦，但是因坚持到底。渐渐，恁可能无了解，两个牧师拢咧观察，渐渐恁就成做基督的军兵啊，而不是逃兵啊。伫这个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咱会愈听愈知，咱会提早像农夫共款。享受到主恩典同在的甘甜的滋味啊！就是咱虽然咱咧服侍，咱会享受甘甜；虽然咱生活中，咱嘛有拄着一寡亲情朋友互咱担心的代志，还是咱家己一寡工作无顺利，拄着一寡困难挂虑的代志。但是因为咱坚持，咱已经正做是军兵的时阵，咱有法度搬过这个困难，并且咱每一个人，毋是仅正做军兵，咱阁正做教会的帮助，做兄弟姊妹的祝福。等下咱要做伙领主的圣餐，每一摆的圣餐，毋是仅一个仪式，是要提醒咱，主耶稣为世间人，为你，较为我。所做的是甚物代志？就是伊疼咱，伊牺牲伊的性命伫十字架顶，救赎咱的性命出黑暗入光明。这样代志咱毋通放袂记，并且主要所嘛仰望属伊的人，拢会成做基督的军兵啊！就好亲像保罗共款，就好像保罗劝勉加摩太，成做军兵共款。仰望真理、福音，有法度一代搁一代传落去。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有时阮的气力无够，有时阮袂记得主你极大的恩典伫阮的身躯边。直到阮袂记得阮真做基督徒这个身份，阮的责任。愿主将伫保罗甲提摩太的信心同款加添互阮，互阮真做好亲像军人同款，安尼有责任，好亲像运动员咧比赛迄个态度来准备，互阮伫这个过程当中，好亲像迄正常的人，
提早享受到主你的祝福。愿主你帮助阮，愿建成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在日子，而你呼召阮的所在来做光做盐。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204首，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咱起立来吟。Oh
请坐。这时咱准备要来守主的圣餐。伫开圣之前，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19首，祝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圣诗219首，祝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这里吟就会使。受伤拍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那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奉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陪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个，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也审判这个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是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安尼。
既然啉的时，就行咧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胃室里个，既然啉的时，就行咧来纪念我。咱学生听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咧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咧，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心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伫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咱来吟信诗219首，信诗219首第3节。就
家交代者来进行奉献。请坐。咱来看公道的事项，公道的事项记在第周报。咱为着遗体，咱提名为金主者、回应者、王兰妈、雪英者、玉梅妈、甘基者、玲玲姐、许愿兄、美芝姐、秋萍姐、曹明弟兄、丽水兄、惠忠兄、盛雄、秀龙、杜昭、以诺、德明、毅力、曹太牧师、香瑶、玉秀、秀英，咱为着遮提名，为着因的身躯会当调养，伫厝调养，会当勇行，为着复健昭明世军千惠爸爸，为着确诊居隔者。那为着教会8月份有儿童主日学的生活营，甲青少年团体夏令营的筹备，一切课程的安排，我会当互这群的儿童少年会当更加的亲近主。为着建成篮球队、甲足球队培训已经开始恢复啦，请为着咱教会福音篮球事工的推展，甲同工的身心灵。来祈祷，为着咱台湾，咱的政治经济，各方外交这方面咱当政者，同理万主保守台湾伫年底选举时会当理性共治，互相尊重。咱为着遮个大多事项，咱出声来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踮伫风雨中的救主，求你怜悯阮是软弱的人，伫苦难中来做阮的同伴，互阮的心中有你的平安。你是阮的石伴，甲避难所。你要阮万事拢爱倚靠你，互你成做阮生命中的帮山。伫阮面对生命中的困境时，使阮有冷静甲智慧的心智。阮要仰望你的带领甲开路，互阮靠着你行出新的开始。阮若要照主所教示主祷文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欲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本周的聚会活动，甲等等节目者，请咱家己注意，并事先做准备。咱来看教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主日咱举行新的节，感谢耶稣基督是地救恩，将咱为黑暗的权势救赎出来，出黑暗入光明，有分伫主的荣耀。愿咱的言行举止，拢会当得主和福音相共款。本主日爱餐恢复供应，咱的新的厨房，用啊好势。今仔日是咱的中期执事为咱准备甜点真的大家可以下去谈讲爱餐咱用餐进行手爱洗清气用餐了记得戴上口罩再离开座位毕竟还是有疫情不过就是已经趋缓，可是我们还是要再多注意后来是8月2号拜二，台北中会，要伫淡水教会召开咱2位牧师甲2位大义长老要前往参加。那后主日8月7号是爸爸节感恩礼拜，教会有准备儿童主日学甲少年团体有准备祝福的诗歌，有准备教会有准备一项要送给爸爸的礼品，欢迎大家邀请出来面的爸爸做伙。带爸爸出来，一起来做来参与礼拜，得到满满的稳定来祝福。后来大家的身躯，大家拢爱注意大家如果有问题就赶快快筛，快筛就赶快就在家休息后来团契消息，本主日中昼用餐了12点半，庆祝团契要伫4楼有聚会后来8月5号拜五。上午9点半，少年团体要参加北中少年部庆祝爸爸节感恩礼拜，伫万家教会。8月13到14，儿童主日学生活营，地点是新竹绿世界来富健康休闲度假村。这是去年要办无办延到今年。后来是8月20号到21，青少年团体夏令营开始报名因为。咱今年也无看区那特别人去桃园村拢有问题，所以咱今年伫教会比较不会因为受到疫情又停办所以咱请欢迎咱厝内面有咱的国高中生大专学生会当报名来参加。教界消息是北中教社部，咱要回应上帝所交。诚做尽忠的管家，要伫9月20拜六举办3G 开花的净滩行动。名额有限，听讲有10台游览车所以也要报名，因为这是净滩，这应该无讲介迄落啦就是讲不会太累啦差不多好像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大家
就是亲近大自然啦，吼啊，顺便做一些环保安尼。所以吼有要参加，请紧报名吼。啊，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等下会后了吼啊，多谢兄弟姊妹真正疼惜阮的牧家拄啊对金门转来，等下有准备贡糖，没有高粱酒，没有高粱酒，只有贡糖跟花生啦，等下离交台遐淡薄仔心意祝福大家，祝福大家。谢谢牧师，好，再来黄梅民社还有电台，请向会计会出力跟进。咱接咱起哩来吟信息513首，信息513首，请咱起哩来吟。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摆伫永远的会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请坐。礼拜到这，请麦岛闭会。